咗公平競爭啊！歐盟話如果罪成呢，罰款可以去 Apple 全球年營業額嘅10%啊！哇，即係幾千億港紙咁滯啊！庫克話委屈啦，但係市場即刻反應啦 ，Apple 股價盤前就跌咗1.8%啊！你哋覺得 Apple 今次會唔會真係要開機嘅？留言話我知啦。新聞2，OpenAI 唔聲咁樣更新咗 ChatGPT 嘅 Canvas 界面啦，終於有咗正式版喎！而家寫曲啦、寫文章啦，可以同 ChatGPT 一齊即時編輯，界面似 Notion 咁順啊！最正係佢話 ChatGPT 4O 模型又再優化，回應速度咧快咗25%，Plus 同埋 Team 嘅用家即刻用到啊！免費用家就要等幾日啦。不過聽講 O3 Mini 都快出爐啦 ，Sam Altman 就話啦，快啲，聖誕前應該有得玩啊！好，第3段新聞，內地 Tesla 車主就有福啦 ，Elon Musk 終於同百度傾掂數 ，Tesla 喺中國用百度地圖嘅 V3.0 數據。出年嘅 Q1 開始推送真正嘅 FSD 無監督版啊！之前嘅所謂 FSD 都淨係 L2 啊，而家先係真啊！全自動駕駛啊，內地車主啊即刻喺微博度就嗨啦，話終於等到你啦！不過售價呢就未公布，估計就加幾萬蚊人仔啦。香港同台灣嘅車主就繼續喊啦，幾時到我哋啊？好啦，今日就講住咁多啦。如果大家中意嘅話，可以 like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啦。多謝大家支持啊！聽日再見，拜。